胖已經成為全香港以至係全球人類都關注嘅問題。不論係男女老幼，都要留意肥胖衍生嘅健康問題，咁需要喺生活、運動同埋飲食方面作出調節。據專家指出，肥胖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科技發達，我哋少做運動，少咗大量勞動；咁第二咧就因為飢餓感，令到我哋減肥變成咗係知易行難。亦都有研究指出，形成肥胖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吸取咗過多嘅食物營養、食物嘅誘惑，同埋成功抵抗飢餓嘅感覺，兩種力量嘅強弱同埋平衡，主宰咗我哋係咪肥。而吸取咗過多嘅熱量，就會轉化成脂肪，形成肥胖。要成功減肥，咁就要控制體重，咁當中需要三管齊下，包括咗生活、運動同埋飲食。講啊易啫，做啊難。所以要成功減肥，背後一定要有強大嘅意志力。有節食習慣嘅人，其中一樣最難面對嘅就係飢餓嘅感覺。咁點解會肚餓呢？咁肚餓可以話係一種複雜嘅生理過程。咁當我哋嘅胃收縮，咁就會覺得肚餓，咁就係 hunger pangs。另外，當我哋嘅血糖水平降低嘅時候，肝就會發出信號俾腦部，我哋可能就會覺得肚餓。咁其他例如心理、文化、飲食習慣都會影響食慾同埋肚餓嘅感覺。有啲人喺壓力同埋焦慮嘅時候咧，就會食多咗雪糕同埋朱古力。為咗更加深入了解乜嘢係飢餓，我哋今日好高興請嚟咗世界運動營養學權威專家 Thomas Goh 高世英先生，同我哋講下乜嘢係減肥，同埋一種全新嘅健康飲品 Slim Partner 嘅特點。Slim Partner 無機營養素呢一種飢餓黑星嘅研發者 Thomas Goh 高世英先生係知名嘅華人藥物研究學家及運動營養學專家。佢畢業於澳洲維省藥劑學院，並且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完成專業培訓課程。喺30幾年入面，喺澳洲佢參與咗研製200幾種藥品，開發咗由2項專利組成嘅生物技術平台，包括生物蛋白喺常溫穩定技術及皮膚送藥系統技術。1988年，我喺澳洲發明咗 Survivor， 呢個係 Slim Partner 嘅前身。Survivor 咧係俾運動人增加佢哋嘅體能，同埋幫助佢補充營養。呢一排我見到香港同埋全世界嘅人咧，都係為咗節食而變咗咧營養不良，同埋咧好辛苦。點解咧？有飢餓感。為了補充營養同埋減低呢個飢餓感咧，我係為呢一班嘅節食嘅朋友咧發明咗 Slim Partner。喺剖析 Slim Partner 嘅科學概念同功能之前，我哋先睇下一啲個案，佢哋過往減肥嘅時候遇到啲咩問題。我試過好多減肥方法，包括節食啦，開頭輕咗，覺得冇乜問題。我食減肥藥，又試過食一啲低糖食品，以為無糖低脂就可以食幾多都唔會肥啦。後來體重越嚟越唔受控制，最尾我為咗瘦同埋靚，就索性咩都唔食啦，仲話埋厭食症添。咁我睇完咗阿 Ann 嘅個案啊，Tom同我分析下啦。其實咧呢度上面嘅個案咧有2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胡亂嘅食藥，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你過量嘅干擾身體嘅吸收嘅功能咧嚟去減肥。過量嘅減肥咧係當然係可以將你嘅體重暫時性嘅減低，但係啊呢個唔可以維持好長嘅時間。錯誤嘅減肥方法咧係可以破壞到你嗰個食慾系統，慢慢咧就好似 Ann 個 case 咁樣咧，就變咗有厭食症㗎啦。有啲低脂嘅食品咧，加咗好多嘅糖分同埋澱粉質，所以卡路里咧亦都相當高。所以如果盲目咁進食咧，亦都會係致肥。阿 Ann 盲目咁樣食啲低脂肪食物去減肥，咁梗係減唔到肥啦。咁睇嚟將來大家想針對消化系統減肥咧，我睇要諮詢啲專業人士意見係嘛？睇下其他個案。我試過市面上好多唔同嘅減肥藥，初係成日屙啦，屙咗一段時間之後個體重係輕咗啲㗎。咁但係慢慢有個副作用出現，就係成日都頭痛啦、心跳、手震，仲成日好容易暈，啲皮膚又差咗。本身咧我自己都有去纖底公司嗰度做儀器，
又狂做運動啦。咁但係做完運動、做完機之後呢，好想食嘢啊，有一種好想食嘢嘅感覺。體重呢都冇咩特別輕到。好少做運動嘅，間唔中少少煙酒咁啦，而且成日捱通宵睇波、食宵夜，生活習慣唔係太好。不過肚餓起上嚟，真係好難忍口嘅。就我睇嚟咧，阿 Sharon 嗰個個案先啦。如果係唔照住嗰個指引嚟去亂咁食藥咧，好多時就變咗有問題啦，就係肚屙啦，又或者係便秘啦，或者係水分過多嘅流失啦，咁啊引致咧就係心跳啦、暈啦、經期唔準啊。如果係做得太多嘅運動嘅時候咧，好多時如果你係冇一個專家或者專門人士喺旁邊嚟教你去做嘅時候咧，亦都會出現其他好多嘅問題。至於短期內減數磅，可能只係暫時性嘅脫水嘅現象啫。有人會因為運動過量造成飢餓，卒之又食得更加多。肥胖同埋減肥講咗好多啦，麥湯啊，係時候同我哋講講呢個 Slim Partner 究竟有咩特性咯？科學化咁去睇，其實係咩產品嚟嘅咧？Slim Partner 最主要嘅成分咧，就係生命嘅能量、維生素咧，同埋礦物嘅離子。呢個產品咧已經喺日本、澳洲、美國同埋歐洲咧就注咗專利㗎啦。Slim Partner 咧係有1比1嘅離子比例，比起其他嘅飲料咧就更加相似人嘅體型嘅成分，所以更加容易吸收。咁 Slim Partner 嘅成分咧，包括邊啲身體需要嘅營養素，起到啲咩作用㗎啦？肥胖嘅人咧，通常係食得太多嘅熱能卡路里，而忽視咗咧維生素同埋微元素，所以咧飲食係不平衡。嗱，譬如維生素 B6啦，身體裏邊嘅100多種嘅蛋白酶，同埋紅血球嘅新陳代謝身體嘅免疫能力啦，都需要佢嘅。維他命 C 咧係一種抗氧化嘅元素，有幫助身體咧好快咁恢復咗佢正常嘅功能。人體嘅礦物鹽咧非常重要，佢係調節身體裏邊嘅體液嘅平衡。葡萄糖啦，人身體裏邊嘅能量。當然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平衡飲食啦，但係減咗餐數之後咧，你記得要補充翻營養。Slim Partner 咧係有你需要嘅營養成分，而好處咧就係唔含蔗糖、冇人工色素，亦都冇增甜劑，亦都冇防腐劑。咁當然啦，要服用任何嘅健康產品，咁梗係要先諮詢醫生同埋相關人士嘅意見啦。Slim Partner 咧唔係高熱能、高糖嘅飲料，所以你飲些少嘅時候咧，佢可以解除咗你飢餓感，但係唔足夠維持你嘅生命嘅能量。咁所以咧，身體咧就會自然咧將儲藏起嘅脂肪咧就變為熱能。咁啊，消費者都想知㗎 Slim Partner 點樣解決啲副作用問題啦？Slim Partner 嘅成分咧係跟人嘅體液咧係非常相似嘅，係天然嘅，冇藥物。所以適當嘅飲用咧，係一定係冇副作用。阿 Tom 啊，邊啲人適宜飲用 Slim Partner 咧？我係建議咧以下嘅人士咧係飲用 Slim Partner， 包括有節食計劃嘅人、飲食不平衡嘅人、食煙飲酒、過量嘅咖啡同埋茶嘅人、輕度嘅疲勞或者經過長途飛行 jet lag。Slim Partner 咧可以單獨使用，或者咧配合其他嘅減肥方法，等你減肥更加容易成功，同埋冇副作用。如果想查詢多啲有關 Slim Partner 經絡黑星嘅資料，咁可以上網或者打呢個電話28322902。我每日飲2包嘅份量，將佢沖水當平時飲水咁飲，成效都幾顯著㗎。當我飲完之後咧，真係克服到呢個飢餓感喎。咁個體重亦都 keep 住非常之好啊！我比以前好瞓，仲冇咁容易攰添，個身體都 slim 咗好多，健康咗好多添。Slim Partner 係健康瘦身最理想嘅方法。Slim Partner 而家喺寶路斯內衣專門店、屈臣氏及激發健髮中心均有代售。
熱線28322902。